我呢，继续陪着妈妈就不去打工了。虽然我们也是农民，但是除了土豆和萝卜、小白菜等以外，其他都是要从别人手里买。今天我要盖个温室，想试着种一些玉米等平时没有种过的蔬菜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妈妈可能觉得农活结束后想改善一下伙食吧。今天这个饭我好几年没吃了，太香了。뭐 누구한테 거든肯定得管了，玉米是怎么忙的？玉米是个那就得给，那你就得把搞个热了。刚才那个玉米得给，你妈今天我是没得出现的。那是这个，真的是就给。가자 뭐 이거 가자 뭐 좀. 들은 거 하서 보네요把这就贴给。참